5月6号下午，首部由红河州哈尼族导演执导的哈尼族原生态电影《鹅马之子》在拍摄地红河县首映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林、州委常委、州委宣传部部长李涛、州委常委、副州长赵振阁出席首映仪式。《鹅马之子》是继红河3部曲后又一部反映红河民族文化的力作，是一部以宣传民族文化和哈尼族人文精神为主题的原生态电影。影片以大量的素材反映了红河县贾银、大洋街、以萨镇等地哈尼族原生态的民族歌舞、民族服饰、梯田风光及古镇等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本片的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来自红河本土。同时，《鹅马之子》被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国家广电总局列入第22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优秀影片之一，成为云南省第5届文艺精品，并在第17届中国京畿百花电影节中成为国产新片展开幕影片。在首映仪式上，赵振阁代表州委州政府向该片的成功上映表示祝贺，并对全体演职人员的辛勤努力表示肯定和感谢。赵振阁说，红河州丰富的人文资源、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秀丽的自然风光，为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这对提升红河州文化旅游深度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。赵振阁希望今后更多的优秀文化艺术家能够走进红河州，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展示和推介红河州。首映仪式上，《鹅马之子》的导演李松林携主要演职人员和编创人员与观众见面，并向州委州政府赠送了影片的最新拷贝。中宣部、中国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、省文联、红河县等相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首映仪式。